今年生日被帶到過萬尺嘅遊樂舞覽，估唔到安排咗生日派對啊！真係驚喜。呢度總共有3層，超過100項遊戲項目，一票全日無限任玩，無限進出。呢度有大量刺激嘅電玩遊戲啦，真人 CS、卡丁車、5D 影院、保齡球、溜冰等等。中意藝術嘅朋友仲可以喺度玩陶瓷、畫畫同埋 DIY 豬仔鏈，全部都可以帶走㗎。仲有得夾公仔。Hello， 我係艾琪，今日嚟到位於福田嘅現實版快樂元宇宙換美攻略送禮時間，快有讚好同轉發我呢條片，有 follow 我嘅 YouTube 同 IG， 留言想要邊隻公仔，我會抽2位幸運兒送俾你哋。好啦，我帶大家去睇下有咩玩啦。呢度有3層，我哋首先上咗3樓先，有真人 CS， 可以同朋友分開2隊對戰。碰碰車可以揾返最簡單嘅快樂。高爾夫球，呢度大到仲有卡丁車添啊，可以體驗漂移。當我睇人哋揸車嘅時候，突然間被店員拉埋咗我一邊，我仲傻下唔知發生咩事。原來朋友安排咗驚喜同我慶祝生日，真係儀式感滿滿啊！繼續玩啦，仲有實彈射擊、飛鏢、VR槍鑊、籃球機。之後落去第2層，呢度有溜冰場，會提供免費嘅護具，而啲物都係一次性嘅，非常之衛生。仲有保齡球、台波、迷你卡拉 OK。說的未來到底多久才來，總是要來不及才知道我更愛，我想越來而你卻都不在。呢度有我一直想玩好耐嘅手工陶瓷，我都係第一次玩。最後呢，我就做咗一隻小熊貓出嚟，仲可以上埋顏色添。你哋又覺得我整得似唔似呢？旁邊仲可以畫畫，仲會送一條 DIY 嘅手工珠串，可以自己揀自己中意嘅顏色。呢一條就係我配搭嘅顏色。仲見到有捉棋機械人，之後再落去1樓，可以玩呢個 VR 立體嘅過山車。有 5D 飛躍嘅劇場，仲有賽馬。呢個跳舞機亦都好好玩啊！呢一個遊戲館呢，就係非常適合朋友嘅聚會啦、情侶約會或者公司建團嘅。咁地點都好方便啦，距離羅湖同埋福田口岸都係15分鐘車程，喺地鐵華強路 B 出口直達。留言話俾我聽你最想玩邊一個項目啦！下集見，我係艾琪，拜拜。